今仔日吼，大家爱认真听哦。今日幼儿胎哦，吼胎儿台语叫做幼儿胎，话讲胎的，这直接翻过来就对，吼。胎儿叫做幼儿胎，再来爱你着认真听哦。啊，你若知影答案的吼，你着我去举手啊有奖品哦。第一个题目，吼叫做乌干仔底豆油，知影举手？哦。好来，现在来你上来好了，来。奖品准备好好势啊！来，这边。好，无底嘛。好，标准版来奖品。感谢你，怎么样？好呀，感谢啊。